一个查某人跪涂骹头咧咧，一个查某人真气愤。囡仔老母一直边仔一直哭，想袂到讲拄则要活跳跳后生随无命。这么小的路，你为什么要进来？赛车姓毛的司机一直行咧，嘛真艰苦。意外发生伫台东市的吉林路，一个两岁囡仔平常时对因老母去部落早餐店斗三工，想不到因老母一个无闲尔，伊可能是要走出去佚佗，煞出车祸。冲出来，突然冲出来。以目前应该是他是这样冲吧？因为我们对，我们慢慢开，没有。姓毛的司机嘛吐大气，唔知要安怎较好。伊平常时是儿童之家的司机，今日替宣教士搬厝，想不到车一个驶到巷仔口尔，就弄到这个查甫囡仔。警方到现场有封锁线，要调查车祸原因。厝边隔壁嘛走出来关心，一直安慰囡仔的老母。年到啊，发生这款意外，互人有够艰苦。